各位学者，大家平安。平安。今日个三角主题，主圣殿，搁一摆来敬拜伊，来圣人。感谢主，伊搁我对死人中，搁我救赎的恩典，临到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主伫十字架顶流出伊的宝血，洗净咱所有的罪。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较互咱白白来得到。这是咱献上咱的感谢，献上咱的祈祷，安静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做伙来敬拜伊，来三角出声来祈祷。最后所问，献上咱的感谢伫你面前。主啊，你搁我救赎恩典，搁一摆临到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上。主，你伫是咧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洗净阮所有的罪，互阮搁一摆坦然无惊吓，来到主你的面前，阮大声唱出懊恼的歌声，献上阮心的祈祷，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你来感纳，阮搁一摆献上阮的祈祷，拍拜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引带阮头前的道路。阮安尼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阿门。主啊，主啊，恳求你这时，你的信心临到阮的中间，甲阮三角地地。献上咱的懊恼伫主的面前，咱来数算主的恩典，来献上咱的感谢。咱嘛为着头前未来头前的道路所面临的挑战，来献上咱的祈祷，恳求主来引带保护、看顾、保守。咱三角出声来祈祷。
罪，全然摆咧伫主的面前。咱常常来犯罪，但阁有时阵咱无知觉。咱常常犯罪来得罪神，但阁上帝拢用伊的慈悲、怜悯，阁一摆一摆来疗赎咱的罪过。咱即是将咱知甲咱毋知的罪，全然摆咧伫主的面前，求主来透白，求主来救赎，求主伊的宝血来洗净咱所有的罪。咱出声来祈祷，主啊，你是至圣至圣，你是怜悯的主，完美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的软弱。主，阮是罪的本性，阮定定做歹，常常犯罪，咱侮辱着你的名，来离开你的正道，浪费你所享受的有事。但是主啊，你拢知影阮所犯的罪过，恳求你一时来教示阮，互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所有的罪。求你，互你的恩惠来进入阮的心，互阮成做一个真心无瑕疵的人，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宝座前，阮来敬拜你，阮来阿乐你。我们搁一摆将阮全灵全心仰望伫你的心中，互阮目睭，互阮眼光，独独地定睛伫你的心中。感谢你的罪，感谢你为着阮的罪，定死伫十字架顶。主啊，这互阮经历着你十字架的救恩。来高举你的性命，称颂、阿乐你，我们将一切荣耀来归乎你。主，我恳求你来帮助阮，来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来过一个无共款的人生。主，你来翻转阮的生命，互阮来归向你，行走你所应允的道路中，生命永远无偏移，永远无衰。愿献上阮的感恩，祈祷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星星叫你来充满我心，我脚步你稳固满我的心，星星啊，我真爱你。我的心互你去，我每时刻拢会深深爱你。星星叫你来充满我心，我脚步你稳固满我的心。星星啊，我真爱你。我的心互你去，我每时刻拢会深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予你，因我较心对你，互你来定心我心，无人通甲你相比，主我用我。我用心灵，甲心心敬拜你。这是咱嘛为着富强教会来祈祷，求主来兴旺咱富强教会，是经传福音、学习主样诗，兄弟姊妹和睦相处，彼此接纳，互富强教会成做一个有听的教会，成做社区的亮光，成做祝福的管道。咱嘛为着富强教会所有的忠职同工，咱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相信咱嘛为着教会逐个家庭献上咱的祈祷，咱嘛为着病痛中的肢体，咱献上咱的祈祷，咱三甲出声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恳求你，
传扬你奇妙的救恩。主啊，恳求你加添行的力量，我听神，搁听人，我富强教会咱姊妹时时找求，伊用祈祷找求属你的心，我拢会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上帝意念为意念。现在奇妙，嘛要感谢你为富强教会呼召一群好的牧师团队来培养我，搁精选一群愿意为心为服侍用一担当，来完成教会所有的事工，由主赐了甘心服侍心志的心，赐了合一的中山，透过因的服侍，搁较来亲近较无你，由伊赐了无同款的恩赐，因的心就将做一个合一的团队，专门为着富强教会所有的家庭来献出的祈祷。主啊，你互每一个家庭都是真平稳、真做荣耀上帝的家庭。主啊，嘛为着地险中的肢体献出我的祈祷。主啊，恳求你一时，你的大量对你教的心就，互身体病痛、心灵影响的兄弟姊妹，当你祈求时，主你就看顾你的，你以你的伸手到因的身上，互因早日健康。主啊，咱就安尼祈祷你的面前。我哋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即时咱嘛为着复兴台湾正教会，会咱真做传扬平安福音、救赎稳定的教会来祈祷。咱嘛为着台湾的平安、经济社会和谐、即种这个两岸的和平相处来献上咱的祈祷。咱嘛为着兄弟姊妹会当回应上帝呼召，来真做神贵重的器皿献上咱的祈祷。咱嘛为着牧师今仔日2场的礼拜讲道的信息献上祈祷。咱嘛为着今仔日要来报告中英中二黄玉龙老师甲谢佳英同学，也因的报告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咱三甲出声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你是掌管天地的主，万物拢伫你的脚下。主啊，你为着阮徛苦的、徛起的做事，台湾这个国家来祈祷。主，因为阮的罪，因为阮的贪心，互规个环境受到破坏污染。主啊，求你赦免阮。主啊，只有你会当改变这款的环境。主啊，主，求你降落你的怜悯，求你大量的相信，医治阮这个国，把你圣洁的荣光献上为台湾。主啊，我们为着今日礼拜献上阮的祈祷伫你面前。我们为着其他牧师做参加的信息带入你的面前。我们为着中央中其他的报告，我们摆在你的面前，主来看顾保守因带，互今仔日2场的礼拜所有服侍当中，拢会当得到主你的看顾保守，一切拢会当顺遂。我来恳求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请你来充满我心，我看过你温柔满我的心，相信啊，我真爱你，我的心互你听，我每一刻拢会深深爱你。先是请你来，心事，请你来充满我。这是邀请兄弟姊妹，咱若会使，咱就对咱的座位中，咱来起立，来三甲来敬拜，咱的主，咱的神。深深啊，我真爱你，我的心互你听，我每一刻拢会深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就是要献予你，你我看清归你，互你来更新我心，无人能甲你舍离，主
我们仰慕你，我们阿拍在你的面前，我们靠无你，我们来敬拜你。哦，耶稣，恳求你的信心，这个三个地带，你让我们一兄弟姊妹心情。我的主，我们永远在你的怀里，仰慕你，我在你面前多多敬拜你，我靠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真心爱慕你，我的主。我的灵魂在你的怀里，仰慕你，我在你面前多多敬拜你，我靠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真心爱慕你。咱为着这道华人的地动，献上祈祷，主的面前，恳求主亲自来医治，病，伫华人这道的地动所受灾的咱的同胞，受灾的国民，咱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咱三角出声来祈祷。将上满了，我们为着这道的地动造成的灾情，来祈祷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的慈爱甲怜悯，到台湾这块土地，安慰每一位受到惊吓的心，愿你的平安甲安慰就临到因的心上，互真心的平安进入阮的心中。愿你向受灾的人施行医治，赐予因身心灵拢会当来康复，来复原。求你伫救援救灾的工课中来看顾保守每一位人员，赐予因力量甲智慧，让伊会当有效来帮助遐受灾的人人。耶和华，你是阮的避难所，你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也愿这道的地动，成做阮的警醒，保守阮的家、阮的国家啊，兄弟，赐予阮坚定的信心，拢会当回转，彼此扶持。定睛伫主你的心上，主我们来追求主你的旨意，共同来度过一切困难。主我们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感谢慈悲上帝，你遮尔来听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奉耶稣恳求你，即时来医治我。医治我忧伤的心，
哈利路亚！主，我们献上我们的娱乐，献上我们的情绪，你的面前，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大声来欢喜唱歌，唱颂我们的上帝。大声欢喜唱歌，唱颂我的王，大声宣扬我乐，哈利路亚！来到主我这前，尊重我乐意，但愿快快乐，来到主的面前。大声欢喜唱歌，唱颂我的王，大声宣扬我乐，哈利路亚！来到主我这前，尊重我乐意，但愿快快乐，来到主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我亲主，你接受我的心主，上来就好。你是红尘的红，你是我的国家的造王，要说我不懂，我乐意。你是创造主，你是我亲主，你接受我的心主，上来就好。你是红尘的红，你是我的国家的造王，要说我不懂，我乐意。大声欢喜唱歌，唱颂我的王，大声宣扬我乐，哈利路亚！来到主我这前，尊重我乐意，但愿快快乐，来到主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我亲主，你接受我的心主，上来就好。你是红尘的红，你是我的国家的造王，要说我不懂，我乐意。你是创造主，你是我亲主，你接受我的心主，上来就好。你是红尘的红，你是我的国家的造王，要说我不懂，我乐意。要说我不懂，我乐意。要说我不懂，我乐意。哈利路亚！颂赞和乐是我咱听见的歌，就是咱来用圣诗303首《主我要乐你》。我
生的喜乐，哈利路亚。大观灵，听世间人是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伫这个连续假日，阮伫你的圣日游园聚集伫遮，同心自的敬拜，来领取上帝的疼甲恩典。这是阮做你的百姓何等大的恩典甲疼痛。特别伫经过403大地震，阮能平安。这是上帝你的福气。主啊，阮伫灾难中间，看见上帝你的业力，也看见大自然的威力，互阮用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前。若无你的固守，阮所做一切拢是假的。因有你的疼，阮通领受这款的祝福甲怜悯。愿你的平安甲阮正大家三甲同在。也愿阮今日通过敬拜、祈祷、学乐。甲领受你的话语，得到主你奇妙的气力、的管力、保守甲启示。愿上帝平安甲阮伫地，也愿阮的敬拜荣耀归伫你。众百姓无论伫现场，也是伫线顶，愿拢同款得到上帝你奇妙的福气甲平安。愿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姊妹，咱游园徛地吼，咱要用尼西亚圣经、纪念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咱一句一句，咱同心做来念。阮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的天主。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色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州彼拉多任内，为咱钉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过活上天，现在坐伫爸正平，伊要伫应当在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强无尽，阮信守死活命的主圣神，甲爸甲子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托先知讲话，阮信一个圣公堂使徒的教会，各要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阮期望世人过活来世活命。阿门。大家请坐。接续，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6篇，诗篇16篇，我来启，大家来用。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曾对上帝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迄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无参加因的这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颂，甲是我的上主。
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未甲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全能的神主上帝，你充满主爱甲恩典，你的大能甲信息，总是带予人平安、喜乐甲盼望，带予人和平、信心甲力量。主，你伟大无比，至权至大，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上帝。你胜过死亡甲地狱，赢过魔鬼甲撒旦。天顶地下只有你有救赎的能力，只有你有赦免人罪的权柄。主，我要拍摆感谢阿罗你。主耶稣，今日是阮教会学校纪念主日，求你甲各级的学校同在，甲全体相关职员、师生同在，互因办学顺利成功，桃李满天下。荣耀主的性命，特别求你眷顾中营女中，互因校运亨通，做育英才无数，校名有好名声、好荣耀。每一个子弟拢会当受到好的训练、栽培甲造就，学生个个品学双优，人人拢有好的成学甲出路。伫你的祝福中，缔造着更较侪的台湾之光，同时也帮助阮将阮对因迄份关怀的心化作实际行动，为伊鼓励，甘心为因付出甲奉献，欢喜为因祈祷甲祝福，感谢主。这是阮怀着悲痛甲沉重的心情。为4月初3花莲大地震的灾情祈祷，恩典满满的主，阮报道台湾日前伫花莲发生的7.2级大地震，致使侪人死伤甲失踪，厝体倒、路断、桥断，灾情惨重。主啊，你是耶和华沙龙平安的主。你是耶和华拉法医治者，你是阮患难的分担甲倚靠，忧伤的分忧甲帮助。求你帮助阮，挪去心中的不安甲惊吓。当面对患难的时，阮也有谦卑的心，阮悠然安然掠着你，敬虔的灵必定定睛仰神仰望你。求你施大慈爱甲怜悯，互因灾情失丧的得安慰，创伤的得医治，光照因带阮未来的脚步，有教育的智慧甲信心，有勇气来挑战的力量，帮助阮的国家台湾官民上下一心，团结合作拍拼，靠着你加天的开力。互阮拍断手骨，颠倒勇，东山再起，向前行。早日，互阮的国家各项的运作，甲人民的生活，拢快快恢复正常甲方便。好，互世界再一次看到台湾的韧性，见证主是赐福、赐平安、又真又活的君王。感谢阿罗主，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遵守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节有2个段位，第一个段位伫罗马书第8章11节到10节到11节，第二个段位是圣经的以弗所书第1章17到20节。罗马书第8章10节到11节，我来共读第10节。基督若踮伫恁内面，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上帝的神会互恁活，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上帝的神有互耶稣对死人中搁活，这个神若踮伫恁的内面，这位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的上帝，会通过踮伫恁内面的圣神，互恁会死的身躯得到活命。第二段位，以弗所书第1章17节到20节。17节，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使圣神互恁有智慧甲启示，通认捌伊。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眼，互恁通知伊选调恁来得到有愿望的是啥物？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哪会遐尼丰富？伫咱信伊的人中间，得运行的权能，哪会遐大？伊有运用即个气力，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搁互基督伫天顶坐伫伊家己的正平。圣经共读到这，遐煞咱请颂扬诗班来献诗煞，请牧师来为咱讲道。今日牧师的讲道主题是活出搁活大能甲盼望，活出搁活大能甲盼望。
咱多谢中央诗班来用主的话所写的诗歌来奉献给上帝。中央诗班是咱教会这个参与伫圣乐的同工吼，搁另外组的一个较小的诗班，会当甲咱的圣歌队、甲其他的单位会当轮流来服侍啦吼。真多谢因会无闲伫连续假日做伙参与。咱伫即礼拜拄好是咱的连续假日啦吼，连续4日的连续假日。毋过伫即个连续假日开始进前，咱发生即个华人的大地震吼，互咱真侪可能有真侪人的旅游的计划嘛受影响着吼。当时咱一面爱感谢上帝，因为即摆的地震看起来特别甲9日吼同迄级的啦吼。但是咱即届咱台湾的整个适应已经减轻，就是讲迄个灾害已经减到上轻啊，减到上轻啊，大家感觉真震惊着对吼，世界各国拢咧学了讲咱台湾哪会遐尔润安尼就对。当然咱嘛袂当否认讲伫花莲发生足严重吼，还佫有。特别是山崩啦吼，山崩有真侪人还佫找袂着，那求助人民，咱继续互遮个工作人员会当紧紧来找出遮个失踪的遮个人口，求助人民啦吼。总是咱有缘爱为着咱家己，咱伫即个苦难中，伫即个灾难，也是即个种种的天然的灾害中间有平安来感谢上帝吼。下面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大声来感谢。主，我哋上帝感谢你，施恩赐福，互阮伫你的厅内面做伙聚会敬拜。主啊，你的话真侪阮的快乐甲帮助，特别伫你的圣日，阮毋只干那是要来学习你的话，阮更加是兄弟姊妹同组织守安息日这款美好的时刻。正人的组织，也就是上帝你同在的记号，互阮领受你的话，大家得到美好的造就甲启示。阮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要线接伫顶礼拜，咱三甲廿子主告我，主告我，即个基督徒上重要的节日，对咱有甚物款的提醒，甲属灵的教导，咱能够线接搁较完整来学习吼。即个经节咱伫即个后壁面，咱过来做复习啦吼。当大声咱要三甲想的，就是讲事实。伫咱基督教2项大节日，头一项就是即个圣诞节，甲咱的过活节。咱拢知影，迄是演变2000冬。咱逐年拢咧纪念圣诞节，大概日子较好记啦，12月25。当时咱嘛知影，迄拢有经过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迄个日会定落来，毋是讲咱搁去追查即个耶稣出的迄日，是几年几日，迄时间找袂出来，因为教会建立已经是100-200年后的代志吼，就讲会当普遍得到接纳，迄个是200-300年过活节嘛，甲这有共款的意思共款的意思。恁过活节对咱来讲，特别对咱住伫台湾，也是讲东方的文化，咱搁较歹按算，因为咱包括咱会友，咱嘛拢袂记哩，讲今年的过活节是倒一日，明年倒一日啦，咱算袂出来吼。伊有一个原则无毋对啦，所以表示讲，即个拢有甲基督教咧传扬的中间，有甲当时的文化有一款的结连，咱会当了解到即个，咱就知影讲，事实咱咧敬拜上帝，咱咧行祭主耶稣的恩典，咱拢其实甲即个
当时的社会甲文化拢有一个结连伫咧。啊，所以搁偌济嘛有伊文化渊源啦吼。搁偌济啊，咱一般伫外国拢讲做 Easter 吼。啊 ，Easter 即个字事实是对另外一个原文叫做 Oyster 即个字出来。啊，即个字吼，毋是英文，伊是对条顿民族，就是咱一般咱讲日耳曼吼，日耳曼民族，因伫当时咧敬拜春天啦。啊，咱知春天一个到，啊万物拢生长嘛，所以大家甲原始的宗教拢有咧敬拜女神，就是迄个老母的神。啊，万讲大地拢足丰收迄种意思，带春天世界。所以即个 Easter 嘛，毋是讲耶稣出世。啊，把耶稣搁用即字来称呼，即个搁偌济，即个字事实嘛是对即个文化的渊源来，吼，即个文化渊源来。啊，直到基督教伫第4世纪成做罗马的国教了后，伊就加一寡异教。当然，毋是讲阮无即个文化，所以我用你的，毋是啦。因为当时在地文化，因都咧拜迄吼，啊，你要甲改歹改啊，吼，要甲改歹改啊，规矩啊，恁。圣诞节的时阵，你咧拜太阳神，我无啦。一个比太阳神搁较大的上主，就是耶稣嘛。啊，耶稣伊告我，咱来拜耶稣就好啊，毋免搁拜太阳神啊。哦，咱是用一个文化的替代的意思伫咧吼。啊，搁偌济，有原有即个意思。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啊，基督教成做国教接纳了后，当时的领袖想讲啊，咱。300-400年啊，吼，耶稣伫倒一日过啊，咱是记袂起来。咱就知影讲耶稣有咧过跋过节，对吧？吼，啊跋过节后，即个第一日7日的第一日主过啊，敢若知影即个消息尔。啊，所以因后来就定一个原则，吼，啊，即个原则到今仔日咱要得用就对啦，吼。啊，所以讲啊，伊就是迎合即个北欧啊，即个 Oyster 即个日啊个。罗马人因咧哀悼一个Autis 即个死亡啊，甲接纳佮再生吼，啊，仿用就是讲有哪有共款即个特质的，啊，来后来就成做即个基督教内底上重要的受难周啊，甲过偌济安尼啊，所以咱知影讲即个文化是安尼来的，啊嘛是已经耶稣过活了，哇，300-400当的代志啊，啊，佮较免讲圣经，圣经咱今仔一本吼，安尼。遮侪种版本，迄圣经嘛是慢慢啊传承，慢慢啊传承。但这个历史无影响到咱对主的信仰，因为咱所要信的是这位过我的主。所以若要讲正式吼，就是325年，即个尼西亚大公会议，拄则咱牧师带咱祈祷了后，咱有读一个尼西亚圣经对无？迄个尼西亚圣经就是对遮。即个时阵，遐教会的领袖因大家共同定好，即个尼西亚圣经吼。啊，共款伫迄个时阵，伊就是用罗马的历法，迄阵无有咱现在即个历法哦，是当时罗马的历法。安怎讲呢？就是春分以后第一个满月的礼拜日，第一个有春分吼，啊，第二就是拄啊。迄个15啊，已经农历的15满月啊，啊过去迄个礼拜日叫做过偌节安尼，啊咱用过偌节头前迄礼拜来叫纪念耶稣的受难甲定十字架，啊所以叫做受难周啦吼 ，Holy Week 安尼，啊所以咱大概就知影讲哦，耶稣的出世啊甲过活，拢充满着当时甲迄个社会。的文化有一个真深的渊源啦，吼，深深的渊源。啊，若搁较讲吼，咱会使讲，伫咱台湾吼，过偌济，大概甲甚物款节有点仔关联呢？咱讲春分啦、月圆啦，搁落去个礼拜日嘛，吼。若是对台湾来讲，清明啦，清明就是甲过偌济有点仔类似的概念，吼。意思讲，咱若要对文化来纪念耶稣的过活，来领受一个新的开拓，这个过活节真适合啊，甲这个清明来结连。因为咱知影过活节伫台湾的时阵，拄好是清明的前后就对啦。啊，咱拄好咧纪念
过往的亲人嘛吼，咱用清明节去扫墓。事实咱嘛知影讲，即个扫墓的意义嘛，甲咱台湾的历史300-400年吼，即个历史有关系。因为咱台湾拢经过一代过一代无共款的政权的统治，有真侪苦难啦。咱也对即个长山过台湾，侪人袂当真安稳来享受迄个快乐。有的人是伫牺牲因的性命吼，因的性命咱看见即个是真正，互咱感觉到真大的一个困扰伫咧吼。咱伫迄个扫墓中间来得到安慰。所以台湾嘛，阁有迄个扣骨的迄个吼，迄习俗嘛，拢甲这清明有关系吼。所发生起来迄个超越苦难，拄好甲咱行即祖国有共款的文化意义。所以有时咱用清明甲咱的过活节，会当有一个真好的结连伫咧吼。总讲，即个文化的延续，咱会当真正，互人迄个当时的人的迄个理解，会当用信仰来甲伊代替。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事吼，真重要的一件事。既然是安尼，咱要了解讲，主的过活是基督徒信仰甲生命的核心，这是咱现在所要理解这个信仰上重要的部分，这信仰上重要的部分。所以过活节了后，咱过去顶礼拜咱300-400人伫遮做伙欢喜主过活。咱听圣歌队真水的歌声甲乐团吼，嘛有洗礼，感觉老热，想讲过活节过吼，我会阁回归原位阁重来毋是咧，过活节就是咱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咱基督徒更较要紧的是讲，我要安怎甲过活节耶稣基督的过活所带来迄个改变甲快乐，就是伫我的生活。伫我的人生的中间产生改变，迄个快乐，耶稣过活的快乐，才真正伫咱中间来产生帮助。所以，咱若要讲咱大家拢庆祝过活节，你嘛有献诗，我嘛有礼拜吼，我嘛有受洗礼，大家闹热即摆煞到底耶稣的过活，甲咱有啥物关系吼？毋是讲即间教会庆祝偌闹热啦，吼咱的迄个过活节的卵分偌济迄甲无关系较重要是啥物？就是你的生命的光景，要见证耶稣的过活影响偌大。所以基督徒生命的光景，就是咧实际对照验证信仰是毋是有真正侵入伫你的生命、伫你的内面、内心的中间吼。所以咱看见今日咱所读的经卷吼。保罗伫咧宣教的中间，伊的主要的一个重心，就是伫过活的事项。保罗一直咧强调，拢为伫遮。第一项，保罗讲，基督若是踮伫恁内面，就是恁的身体要因为罪来死。罪来死就讲，咱这肉体是属伫血气的嘛，我嘛是会有寿命的我有人生的日子咱更较免讲无突然间对人一个来，伫迄个遮尔水的即个太鲁阁的迄个山路步道，大家快乐早起好天气日头出来要看风景生命哇，一个土石落来走袂行，因为前后几10公尺你要怎走？下骹是山坎呢。所以人的肉体的生命会死，这是你我大家拢无法度能避免的。但是保罗讲毋免为着这个来烦恼，因为上帝的灵要互恁来活。这是耶稣过活对基督徒上重要的一个启示甲关键呢。第一个圣经咱来看个较清楚，讲基督若踮伫恁内面，踮伫恁。若踮伫你内面，即句就是关键啦。基督有踮伫咱内底无虽然你的身躯会因为罪死，上帝的神会互恁活，上帝的神会互恁活。
所以咱毋免为着迄个死来哀伤，因为迄个是大自然产生的结果。但是因为咱会当追求，伊讲，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你甲主的结连有即个好的关系，你就会有我的保证，有即个我的应允吼。第二句，互基督对死过我的上帝，要照着住伫恁内面的圣神，住伫恁哦吼。所以有住无住，就伫即个所在咧竞争差就对啦。甲生命赐互恁迄个会毁坏的身体。啊，这保罗讲了是安尼简单搁清楚啊。若有圣神点伫咱内底，兄弟姊妹，咱就无因为迄个会朽烂、会毁坏的身体来忧愁，因为上帝要透过圣神甲生命赐予咱。所以这两句经节，咱来看11、12安尼写：上帝的神有互耶稣对世人中国啊，上帝的神哦，互耶稣已经定死啊，伫即个坟墓内底已经2、3天啊，伊互伊过啊。吼，即个神互耶稣过啊，即个规律伫遮。即个神若点伫恁内面，即位基督，互基督对世人中过啊的上帝，会通过点伫恁内面的圣神，互恁会死的身躯得到活命。哇，就是讲中福一直讲，安尼意思，若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讲，我即个会毁坏、会受罪所束缚的肉体，有一天有伊的期限就对啦吼。但是我无惊吓，我嘛无烦恼，因为上帝的圣神若点伫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若点伫我，我迄个会死的身躯、会死的肉体，要互活命来代替。肉体有一天会无去，咱一代一代咧过，但是我迄个活命，因为有圣神的同在，我就永远领受着。啊，这是基督徒上大一个福气。世间人上惊就是这啊，毋知我即个肉体生命过身了，我要去倒？啊，去到别位，毋知佫有人甲我款待无，互我会当好过日无？啊，所以咱即个社会清明就是拜拜，啊咧烧物件要互祖先，就是即个意思啊。伊啊，你无拜过会惊呢，吼，惊讲祖先毋知有人食无人食，啊，我若无拜，毋知伊会生气无，吼。啊，我歹运道，哇，迄牵连落来民俗，迄就真济啊咧。但是基督徒真安心啦，安心什么？迄个活命毋是我家己，吼，即个世间的子孙去甲饲的啦，是耶稣基督啦。耶稣基督活命已经伫我内底啊，所以咱基督徒有福气无？即个福气咱爱好甲把守，甲把握。啊，所以咱若是安尼，咱来看见。另外一段经文，伊安尼甲咱讲：上帝甲圣神赐予咱，迄是一个活命的确信就对，确据吼。即内底有分3段吼，就是咱看的意思数。第一段讲圣神互恁智慧，启示恁认捌上帝啊。拄则讲，若耶稣点伫你我的生命嘛，圣神吼来点伫恁嘛。啊，即马问题来啊，我都毋是主导者，我毋是主导者啊。我讲圣神来哦，耶稣来哦。你无迄个能力，安尼你就代替耶稣就好啊。即嘛是上帝听你，上帝互你圣神，啊，所以你对圣神领受到即个智慧。哦，原来上帝遐尼听我，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为着我的生命来献乐，伊来受死，为着我的罪来受苦，然后搁我来享受我。即个是圣神互咱智慧才认捌会着，意思讲，你也知影迄支锁匙就对啦，知影迄个门路，知影迄个路径，知影迄个关键。第二，上帝运行大能，开启咱的心目啦。而且圣经真清楚吼，伊讲哦，毋是你的肉体的目睭哦，是你的心目。安尼来啊，你的心目伫倒？你有咧读圣经无？你有咧领受主的话无？你有求圣神甲你启示无？啊，无你这个心目都未开啊，心目伫倒位都看无啊。心目就是你的灵嘛，心内的灵嘛。上帝互你即个你甲上帝连线迄个慧眼嘛。啊，所以心目
你会知影，伊呼召恁来得到愿望，呼召恁来得到愿望。你会知影哦，原来我即个下死的肉体，我免甲一般的人吼，为着一日一日老，也是身躯病痛，啊，我烦恼我的生命有一日会结束。我的愿望放伫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伊讲，伊的产业是丰富哦，丰丰富富，表示讲，毋是小可尔，是安尼超过你所求的就对，超过你所想的。第三，这个大能是互基督对死意的我，互基督伫天顶坐伫家己正边的大几力相共的。哦，所以咱伫遮看伊讲，哇，我领受即款的恩典，大到什么程度？上帝安怎互耶稣基督告我？上帝安怎互伊耶稣基督掌权伫天顶，甲坐伫上帝的大屏，然后伫遐咧审判世间人，伫遐咧管理，迄个规律是平等的。啊，若安尼，你有领受到即个规律无？毋是即个规律有伫咧无伫咧啦，是你有领受无？吼，就好像就讲吼，一个足大迄个水泉，啊有人啉啊足快乐，啊你吼找无一块容器去底来啉，啊你就啉无着，啊你喙焦，啊别人啉啊足欢喜，安尼关键在伫你甲主的关系有深无？即个大权能大规律伫咧，啊你有去体着无？你有连线无？迄个亲像讲。这日头一个拍落去，逐人拢拍会到啊。但是你秘伫迄个黑暗的山洞内底，你看袂到日头。啊，你讲啊，今仔日黑暗啊，啊是你家己看袂到，毋是日头无伫遐。啊，这是基督徒伫过活这了，上帝需要思考的事。咱过来复习以弗所书1章17节，伊讲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属圣神。咱来求啦，求天父赐圣神，然后互咱有智慧甲启示通捌伊。所以你毋通想讲，哦，我研究了就捌啊咧，毋是咧。你爱读圣经的时阵，你爱做礼拜的时阵，你要听牧师讲道的时阵，吼，你爱心内记得讲圣神啊，你互我有迄个智慧啦，有迄个天线，然后甲你结连，会当认捌你。啊，这是基督徒有时重要疏忽的所在。18节，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目，互恁通知伊选调恁来得到的愿望是甚物。咱心目若无得到啊，就亲像讲人穿一朵青草吼，啊你闻袂着，你看无着，啊你伫遐咧巴肚枵，安尼是要怪甚物人？明明一朵大地的即个丰富的产地，即个房间啊你无通入去。啊，迄实在是真可惜吼！所以伊讲，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我尼啊丰富，应允丰富。19节到20节，伊讲，伫咱信伊的人中间，得运行的权能偌尼大，伊有运用即个规律，互基督对世人中国，佮互基督伫天顶坐伫伊家己的正边。啊，就像拄仔咱所解说的。上帝共款即款的规律，互即个对死过我的耶稣基督，互耶稣基督坐伫正边即款的大能力，也共款。你若有，你若接受，你就得到。即款的规律是超过你家己所想象的规律。啊，这规律，咱基督徒上惊是坐在福中不知福啦。啊，上惊是讲坐伫迄个丰富的迄个。宝贝啊，伫遐咧发散，哎呀，啊，逐项拢无，啊，无明明你着坐伫迄个丰富的、迄个产业内底嘛，坐伫宝藏的顶悬嘛。即摆伫迄花莲发生大地震，哇，迄规个横贯公路啊，迄个太鲁阁的石头拢崩落。啊，咱遐救灾的人员哇，你爬悬爬低要找遐失踪的人，迄是足危险的。但是有一款人伊咧知影讲，伊要找好康的，你敢知？因为
伫花莲啊，伫东部有真侪溪吼，就是经过大地东啦、土石流啦，一大堆迄石头对山里放落来，内底有找到足侪宝石，有宝石内底，所以你也注意看，即马伫迄沿迄个溪边吼，过来就足侪人，搁特别是落大雨，啊，足侪人就要捡石头啊，所以咱政府开始伫动哦，你捡石头，若掠到会罚啦，因为你这是政府的宝贝呢，啊，你共捡迄石头有诶。迄讲什么玫瑰石啊，迄就足价值的就对。但讲起来意思是讲，你有伫迄个宝藏的中间看见，我是得到即个宝贝。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线接搁偌济的信息，咱要看啦学习啦吼。咱来画出国外的大连甲五芒，国外的大连甲五芒。实际上吼，实际上咱安怎伫咱的生活中，你要实践，你做会到。而且你领受会到，我要期待用安尼来甲兄弟姊妹三甲勉励啦吼。所以生命要得到更新甲改变，是指咱生活中吼实质你有活出耶稣基督跟我的关系。所以我毋则讲，咱拄仔讲，咱毋通搁顶礼拜我咧讲，毋通搁活伫拜五耶稣受苦的时阵啊，你已经对耶稣过我嘛。啊！耶稣过我，伊领受到的恩典甲祝福，迄大权能，你爱领受有着。所以呢，你通伫你日常的生活的顶面，意思讲，我活了有丰盛无？我活了有喜乐无？我活了有健康无？甲你对过我主的过我会领受多甲少有关系啦。兄弟姊妹，有几项的勉励甲建议啦。第一。你爱全然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爱全然领受，就亲像拄则咱读的经节，伊有说出1章18到20，伊讲主的受死甲过我，就是要讨绑，互咱得到自由。安尼什么意思呢？咱就要领受救恩，蒙圣神引带、教导、管理，而且勇壮起来。安尼意思是你常伫你的生活中，你想讲，你有无罪所束缚无？你有遐歹习惯所束缚无？你有遐劳苦忧愁所束缚无？你有惊吓所束缚无？你有怨愤甲嫉妒束缚无？兄弟姊妹，若确实你要领受耶稣基督的过活，你才会讨放，你爱对遐得到自由。因为你所领受的上大上好已经伫遮，毋通搁较遮会做高甜就对啦。你爱绑伫遐。你搁讲耶稣过我，相信主过我，你搁互伊颠半，安尼就无得到自由嘛。所以，咱来全然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迄个救恩就是真正活你的生命有丰盛，有影？咱拄则讲，咱是属肉体的嘛，咱迄个罪会死的肉体嘛，有一定是甲你颠半的，无人讲袂嘛，所以无人讲无烦恼，无人讲无忧愁，无人讲无担心嘛，无人讲无病痛嘛，但是。我所要来较赢的是耶稣基督救恩，若甲我伫地，我会当赢过遮个侪苦难。第二，咱来全然的倚靠上帝。既然靠家己无迄个气力，我就是要得到迄个过我的能力啊！你爱学习，同日操练，甲上帝结连就对啦。即个咱嘛通对耶稣讲的话得到一个启发，就是讲甲。过我的主耶稣基督结连，耶稣讲：我是葡萄树啦，恁是枝。常常伫我内面的，我也常常伫伊内面。这人就结侪果子，因为离开我，恁就袂当做甚物。台语圣经简单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甚物。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甲主耶稣有一个密切的关联，你会结侪果子。什么果子呢？你会想讲这个足抽象的，敢毋是吼？这个果子实在是真水、真美好，因为你若活伫主耶稣基督内底，我拄仔讲迄个艰难、困苦、忧愁、束缚甲重担，拢要结迄个水的果子、喜乐的果子、平安的果子、活靠的果子。生命丰盛的果子，忧愁会失去，用水的果子来代替。因为我主甲主耶稣基督相结连，
耶稣佫讲，因为若无我，恁袂当做甚物。所以真侪人吼，用家己的办法要敲找迄个解决袂去。世间嘛真侪人咧修道啦吼，用真侪办法，要念经求佛，去拜遐个偶像，要求遐个术士来帮忙。你定咧看真情部落格，你就知，真侪人会当信耶稣吼，迄是真正稳定的，因为较早毋知开偌侪钱去拜遮有诶无，愈拜愈艰苦，愈拜愈烦恼，愈拜愈忧愁啦，愈拜愈无愿望。但是当你甲主结连，伊讲我是葡萄树，恁就是枝，你愿意甲主结连无？即个枝都无可能家己活嘛。第三，搁较生活上就爱安尼，你爱每日甲上帝一个密切的关系啦。每日甲上帝有灵内面的密切的关系，会当满足心内的需要甲渴望。这就亲像咱诗篇内面所写的，亲像开水边的树，照时结果子，而且无孤单。这是咱教会是安那得邀请咱来读圣经吼。咱有一个370天读全本圣经，咱有抄箴言、抄诗篇吼，咱有背金句。这个毋是要求业绩啦吼，咱的教育团队毋是咧讲我今年有几个人读吼，我成绩袂歹安尼，会当交代安尼。兄弟姊妹，这纯然是为着要互你得到迄个国外活命的一个方式。这个方法就是要互你保证你甲主亲近，互你亲像栽伫溪水边的树，照时来结果子。所以，当你知影讲，我得到这个，毋是牧师，也是咱的教会团队讲要求我安尼做，我为着要得到吼，明年吼，能领一个简单的礼物吼，迄实在是足微小的啦。要互你得到丰盛的活命，你甲上帝的关系，好像我甲你带入去即间有美好大餐的餐厅，毋是伫外口咧看，找无人。互你看到即个日头咧照，毋是美伫山洞内底；互你看到迄个宝藏，迄内面的侪的宝山内底，遮侪宝贝。你毋是坐伫遐咧话讲，哎哟，我哪会一无所有安尼啦？搁一项就是顶2礼拜牧师所甲咱勉励学习的，就是讲，你较无用拢都爱有安息日，较无用都爱有安息日。所以兄弟姊妹，毋是讲咱的教会要运转吼，礼拜日有聚会，所以你都爱来，较袂互牧师无头路啦，毋是这个意思，毋是啦，毋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伫主日甲小组分享的聚会中间，伫每日的灵修的时间，你入去到伫主的安息内底。咱拢知安息吼，毋是定定无代志，安息是要为着要互你定心得到规律。世间人有心人讲安尼24小时拢毋免休困，一直运转，搁愈做愈有力。有一天，迄机器人若来，毋知安尼我毋知，但是咱人无法度。所以现在咱连续假日足侪人哦，较无闲，也是讲，迄车坎踢着想要去外口，要去露营吼，要去山顶佚佗。即摆去花莲一大堆人要去遐佚佗啊。迄是因为咱人吼是一个活。阁有头脑、阁有心灵的人，所以你伫迄个大自然的环境，你的定心得到开力。迄个上有效、阁轻省的办法，就是守安息日。有的人是去佚佗，转来愈忝，你敢知影？出去行路行足忝，晒日晒足忝，佚佗足忝，客车足忝。但是咱确信。咱伫主的内面要有安息，迄个安息是重新得力的安息。迄拄去忧愁甲艰难，拄去遐侪迄个无信心、动荡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4章11节安尼讲，所以咱着努力进入即个安息，才免有人亲像遐毋顺服的人跋倒失败。你看努力咧，表示讲要进入安息吼。毋是一个人讲耍火都无代志，叫你安息啦，是甲主亲近。我伫小年时代
一本真出名的册，讲叫做《隐于能力之源》呐，有一个滕近辉牧师写的吼。迄阵少年时代，迄本册就足出名，到现在嘛还有人咧看。就是讲，你爱去能力的来源，去遐啉到即个宝贝嘛，迄个宝泉嘛，啊，伫主日的聚会，正圣徒聚集，伫小组的聚会，兄弟姊妹亲像一家人三聚集，伫你个人的灵修甲主的亲近，这就是隐于能力之源的一个方法，而且这是有效的，这是有帮助的。这是正面的，毋是愈休愈忝的。兄弟姊妹，请毋通看紧安息日的重要，敬拜上帝，领受祝福。顶日咱所敬听即个王忠信牧师娘啊，吼，带伊安尼2个查某囝婿，还佫5个孙吼，转来台湾，安尼踅一踅吼。伫遐咧讲话时，我就问讲，牧师娘，恁最近吼伫美国吼，教会情形安怎？吼，教会情形安怎？伊讲哇，即马美国的台湾人教会吼，条件愈来愈大，特别疫情2-3冬疫情了后吼，有真侪人全无转来教会咧拜，你敢知？我无人去就对啦吼。我讲咱台湾嘛差不多呢，影响真大吼。安尼所以表示讲，人会因为种种外口的环境，影响到人甲上帝亲近。所以佫经过一段时间的激励、邀请、佫体验，才佫转来主的面前。咱感谢主，咱疫情煞，咱的教会慢慢迄个活力佫转来啊！我希望讲，咱毋通讲我来修主日吼，这我应该做，我已经惯势啊！你也会晓招人入来。招你，最近拢无看到的兄弟，招这个可能有一寡颠簸，也是一寡难题，袂当安心来聚会。你也互伊知影讲，就是你有困难，你才来教会就对啦。就是你有需要，你有软弱，你有重担，你有艰难，你有病痛，你才需要来到伫主的面前。这是上帝的圣会，是上帝临在的所在，是要见到主迄个大能力的所在。咱想讲这个一个仪式啦，定礼拜点外钟就转去啊，毋是啦，是你对主日的人物有深无？你有把握着无？你有看重无？安尼。最后一项就是，你要亲像罗马书8章13到11节，讲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过保守一切，活出各我的大能，是要邀请上帝掌管咱的心思甲意念。进入到咱内心上深的所在，带来转化甲改变。既然咱拄则讲外在真侪难题，咱毋是家己克服得了。你甲上帝即个开力大开力，互耶稣国外开力，互耶稣基督坐伫伊宝座正边的开力，你甲放一边无要用。就好亲像你。出去佚佗遮久啊！一只机啊吼，会伫咧无电啊，剩无几分钟，你咧毋甘用啦吼，无想边啊就是一个充电站安尼，你无去插电落啊，伊伫咧发无电。基督徒上惊有即款的疏忽啦，你得接到即个大开力的主，是透过守安息日，透过甲主亲近。透过专业的倚靠甲仰望，透过你保守你的心，赢过一切。罗马书8章10到11节，伊安尼讲：基督若踮伫恁内面，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上帝神会互恁活，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请会记咧后壁即句，就是你的责任嘛。你有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无？你有甲上帝合意的关系？若有，头前的话就会成就啦。11节。上帝神，互耶稣对世人中国啊，这个神呐，踮伫恁内面，这位互基督对世人中国的上帝，会通过踮伫恁内面的圣神，互恁下死的身躯来得到活命。兄弟姊妹，这个明确的应允，伫国外做了的兄弟，即马就是看你讲，白白安尼吼，我想讲大家拢去咧运动啦，去运动到底你运动了有效果无？
平平咱咧食这营养，啊营养你有吸收无？我望咱富强教会，富强这两字吼，变做咱的天命就对啦。啊，你爱真正灵性富强啊，对不对？吼，啊，咱甲主耶稣的关系都爱富强啊，啊无富强两字咧挂伫喙口无效。愿主将即款伊对伊来过我的大能甲愿望，真正活伫咱的生命生活的中间。咱要先来祈祷，然后咱要唱一首回应诗吼。啊了后，咱要请中央中学的代表来甲咱请安，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做伙伫过活节了后，阁继续来明白耶稣基督救恩即个恩典，甲疼是何等的大。只有阮欢喜讲主啊，圣神占伫阮，阮要领受即个祝福，阮就要得到上帝和耶稣基督过啊，上帝和耶稣基督坐伫正平，伫掌管天顶地的一切所有的，即款的快乐也要同款临到伫阮，互阮得到丰盛的生命，互阮得到一个毋惊世间侪侪的颠簸甲苦难，阮有喜乐甲平安，阮有安稳甲安息，这是阮基督徒上大的应允甲祝福。求你将即款的快乐赏赐互阮，互阮透过平常日子甲主3000君，互阮经过敬拜、造就、小组的分享，常常领受即个确信甲稳当，主你的快乐。主啊，帮助阮每一个富强的兄弟姊妹，拢活出即款耶稣基督国外的款式，通做好的见证，改变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互人看见阮也安尼来认捌主。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要来唱一首诗歌，以来唱仁爱吼，咱坐咧吟就好，咱要来吟1节甲3节就好，啊无4节1甲4吼。啊，咱时间的关系，唱1节甲4节，来对这个话词来得到真水的学习。这首诗歌吼是新的诗歌，做来。以来唱仁爱，以万我唱仁爱，以心唱仁爱，以个我。这首新的国外这诗歌，伊讲唱仁爱，以死唱仁爱，咱要来唱歌学乐，愿一切得到上帝的恩典甲赐福。今仔日是教会学校的主日，哈，啊，咱伫台南有3间的学校，是咱长老教会所设立的，上历史上久的就是中营中学，过来是中营女中，哈，啊，佫有一间是较晚设立的。中营大学拢是中营啦吼，啊，咱今仔日就真欢喜，去年来咱遮，今年过来吼，就是谢佳音同学，啊，伊的阿公阿嬷是伫玉井教会咧聚会，啊，伊的妈妈嘛是老师啦吼，啊，今日甲咱的黄丽蓉老师呢特别啊代表因的学校来甲咱请啊，来，咱拍拍欢迎来，佳音。大家平安，我是谢佳音，我即摆是高3的学生。我去年有人来遮代表中营中学报告请安。今仔日我甲黄丽蓉老师，搁一届来大家请安报告。
138年前，英国宣教师开办长老教中学校，就是即卖的中营中学，希望因上帝的爱甲恩典，互信仰教育定根伫台湾。本校学生毋但伫成绩有好的表现，伫创意、技术、各项比赛拢得到真侪肯定。校园的福音事工嘛一直持续，100多年来培育出超过200位牧师。这几年来，虽然教育环境改变，阮犹原坚持校训的精神：虔诚、勤奋、英勇、服务、虔诚、勤奋、荣誉、服务，互学校成做栽培囡仔信仰甲教育的好所在。希望学生毋但会晓读册，也会当活出有听有愿望的生命。阮有准备一段学校的影片，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
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有大张力。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新生邀请大家做伙来关心支持学校的校务发展，为咱中营中学来祈祷，也会当鼓励青少年选择咱中营中学来读册，受造就，互咱的少年人会当得到信仰甲知识的栽培。感谢大家，愿上帝平安甲咱三甲伫地。好，咱要请咱的执事准备要来收奉献，牧师做一个回应啦吼。第一就是讲，咱恭喜咱的这个佳音同学吼，拄则丽蓉老师讲，伊吼有已经考到这个中山大学吼，中山医学大学准备毕业了就要去读册吼。咱祝福伊。咱中原中学吼，中原中学已经伫要84年啊吼，真无简单。咱拢知影，中原中学现在即个校地吼，伫个林森路对毋对吼？较早宣教师讲吼，迄个时阵因目睭足好诶，眼光足好诶。伊讲伫东门城外买一块土地，准备要来发展学校。咱知影中原中学就是现在伫个东门城外口，即摆煞变上闹热诶所在吼。所以表示咱诶宣教师足有眼光。咱为着即个中原中学的发展来祈祷啦吼。最近即几档真正少子化啦，足侪情形影响足大。毋过我相信即间上有历史的学校，有上帝的保守，的确会阁重新恢复。咱也真多谢咱本会黄丽蓉老师吼，来带领学生做伙来请安。咱甲谢谢来拍拍一个来。咱即几档吼有咧发起为着中原中学奉献，毋过咱教会就有拨款要做奉献，所以无特别搁业奉献的。总是你若有感动，想讲即间学校因的学生的栽培啦，福音事工你要奉献嘛，欢迎吼。愿主受恩赐福。咱教会嘛有足侪老师是伫中原中学咧教册哦吼。这是拢咱教会真好的一个美好的回忆。好，咱下面要奉献甲报告，咱来请咱的师会。咱做伙奉献。请起立，咱唱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歌。
请坐。接续我来报告。报告前，咱做伙来读本月的金句。咱的银幕也有，手中的周报也有，做伙来读2摆。因为咱咧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哥林多后书5章第7节第1摆。因为咱咧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哥林多书5章7节。周报第2页，下一周的司礼是胡泽荣执事甲戴婉如执事，其他的服侍请同工留意。第3页，牧区的出席聚会的信息，请大家过目。第4页，集体交通。第1点，咱是教会学校的纪念主日，我就无搁再重复。咱总是欢迎黄丽蓉老师甲谢佳恩同学因的分享甲报告，嘛咱持续来甲关怀代祷甲奉献。第2点，代祷团伫4月2日下晡要邀请李素贞牧师来见证分享。时间是下晡的1点半至3点半。欧阳教会李素贞的牧师的分享内容真是咱教会甲个人的重要性，有关所有的报名，请大家踊跃参加。报名表格有伫咱的办公室，嘛代祷团的同工拢要伊来参加。第3点，49期中保代祷服侍开始报名，报名到5月7截止，请有感动的到1楼的公报栏遐来填写。抑阁有4月21日，咱有代祷团有安排吴瑞平姐妹要来分享服侍的见证。第4点，本会伫28日要举行新楼病医喜乐合唱团的诗歌见证会。4月28第1场的礼拜，阁有刘院长的分享，刘启吉院长的分享，因的信息。请咱的会友要伊来参加。第2小点，因阁有安排本会的严恒清弟兄要来做国外的宣扬见证分享。第5点，咱的等下请牧师来举行咱4月份的庆生会。第6点，第2期的新安公手册规表，甲个新安公手册，拢已经伫咱的放伫咱的1楼招待道迄个所在，请大家去遐索取。以及有温电的口罩，若无摕到的，咱今仔抑阁有。第3小点，爱心午餐。第4小点，咱的心灵传教，这2个单位今仔拢暂停。其他咱的奉献的精神，若有出入的，请财务小遐来更正，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先做补充，拄则有讲迄个恩典口罩，就是2礼拜前是咱台南新人医的主任吼，咱多谢台南新人医有送咱每一个参加的会友1包口罩吼，真舒服，真好用。2礼拜前有的兄弟讲无摕到啦吼，而且咱后来看到会期指示有加送小款，所以意思讲，若你伫2礼拜前无摕到，也是讲你迄礼拜拄啊无来吼。你无摕到，会当去补摕1份来做纪念吼。俊伫楼骹是无？伫楼顶啊吼。若你无摕到吼，咱这就摕了为止啊，因为咱毋知送有摕到，送无摕到。比如讲我就迄天
无来，也是讲迄天我无摕到，就会当甲咱的满足长老甲这执事来领，会当做纪念。只也是讲口罩毋是偌济钱啊，只是讲一个纪念，讲台南新人医咱家己关心就对啦我搁来做一个补充就是讲，伫即个投影片内底咱就是4月2日迄是下晡要请素真牧师来做见证点半，咱望讲除了大岛团队的兄弟以外，较侪人来参加，互你经历着讲，祈祷安怎改变一间教会，安怎改变一个人这有一个真好的即个分享甲见证，无分着咱的即个大岛团所有兄弟拢会使参加。第二是咱管弦乐团咱顶礼拜有真好的服侍啦咱为着要造就栽培更较侪人才，假使你若有这方面的温素，你想要参加这个乐团来即个演奏咱的操练嘛所以咱要开始招生所以你若有这方面的温素，也是咱的青年、咱的青少年有这方面的温素，请你大家来报名咱是报名到即个31号5月31日7月暑假开始要操练上课所以咱若有 QR code 上简单你 QR code 甲扫描一下就甲寄出去你就知影你有报名无，安尼就对啦过来是咱圣歌队受邀请要伫过来拜六伫东门教会要参加一个叫做小师班、大师班意思讲有请咱的建议教授来甲咱指导咱教会是其中的一队，要等于做示范就对啦要增加咱这个圣歌队奉促师演唱的一个能力咱为着因祈祷啦咱圣歌队即摆代表专员参加咱为着因来祈祷伫拜六即个东门教会安尼过来是咱为着台湾的地动来祈祷啦即边咱拢有看新闻，拢知影。一面是毋甘讲25年来上大的地动嘛有事实现在还佫有失踪的找无着啦毋过嘛足侪国外的媒体讲恁台湾哪遐厉害一个地动了后就恢复正常生活，特别即边咱无看到停电呢，遐奇妙地动就是电会无电无停机嘛这就是表示咱经过遐尼侪遍的操练咱愈来愈好所以毋通看轻咱台湾全世界拢咧学了总是咱为着遮个灾害厝倒落去的有死失的来代祷求主安慰啦咱教会事实是有咧提出讲大家来捐献，为着因遮个救灾有总会有整理伫东部遮个原住民的教会有会友去互石头地死所以咱想讲教会可能顶礼拜拄咱有迄个圣餐奉献，咱可能会小会讨论来寄即个捐献啦毋过会友，咱即边无特别讲过做奉献地，毋过你若有感觉讲我要参与伫即个捐献救灾咱会当讨一个奉献地，甲写讲为着403的地动救灾奉献咱会整理了咱寄出去安尼主要是咱知影即阵现在各国拢咧赈灾啦咱就是奉献的部分要互总会摕去救助咱的教会即部分有诶死失的家庭啦，有诶礼拜堂迄规个围墙拢倒落去，也是安怎要修理即点若有大家有感动，会当为着即个来做奉献搁一项是咱看到即张相片啦咱特别呢就是咱的即个王牧师娘甲因拢总9个子孙即边专工春假的时阵带转来台湾行一世实在是足感谢。迄天阮甲伊见面是4月初3，就是地动迄日啦。因讲因搭对太鲁阁转来，我讲哎呀好佳哉。我是讲搭即个相片，因为迄天伊王牧师因足客气，伊毋歹势讲甲咱教会叫扰，所以伊就经拜5的时间来啦咱有几个同工长老代表来甲伊见面，有迄个时阵的青年，迄阵富强教会王牧师大个青年专工叫我来即张相片是伫咧门口翕的，
离开要转去台北的时阵翕的。啊，这张吼，伫咱礼拜堂啦吼，也有咱的青年啊，较早的青年啊，甲因全家翕。啊，这张就是全家啦，吼，全家。啊，都干那王某师无转来尔吼，啊，咱较毋甘伊的身体的关系伫美国吼，啊，拢总有9个囝儿孙囝婿安尼吼，啊，看到佳音啊，因姊妹啊，已经拢2、3个囡仔吼，实是足久无看到吼，啊，咱有个老朋友较捌啦吼，啊，咱为着因祈祷，因听讲即阵还佫坐飞机要转去加州，啊，可能应该要到啊吧吼，应该就昨暝吼。出发安尼吼，用安尼报告。咱小等下刷的时阵，咱留伫遮，咱要为着4月份的寿星来庆生吼，多谢。请起立，咱来做伙唱尾遍的诗歌，唱煞了，请牧师为咱祝祷。受上帝的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煞。阿门。请坐来默祷闭会。咱准备心，要来做等下来做这个庆生会。了法赐福互恁，咱即阵要为着4月份的寿星来甲因祝福，咱请4月份的寿星徛起来好无？徛起来，咱甲伊祝福，唱这快乐歌，唱歌煞，咱要带雪灵姐来分蜡烛哦吼，咱做来为着这个4月的寿星，来，大家来唱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来请雪灵姐来代表分蜡烛来。来，咱为着寿星来祝福祈祷哈。主，阮的上帝感谢你，4月份是春天的日子。阮为着这个寿星献上感恩，上帝也予因领受着主国外的生命，更较丰盛，更较个为主做见证。予因伫家庭、伫生活、伫工作、伫事业以及伫因的健康，拢有上帝美好恩赐。无论大人细囝，上帝予因过着一个充满恩典、充满着丰盛意义、
的生日，愿祝你幸福稳定，也赏赐阮兄弟姊妹，大家人伫连续假日有诶出外旅游的，也是有诶伫倒来伫故乡来探亲的，求上帝保守，大家休假要转去家己的所在，一切拢平安顺遂。搁一遍献上满满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甲彼此祝福平安啊！上帝祝福，愿上帝赐福恁。咱今日迄个爱餐啦吼，甲咖啡拢无哦吼，连续假日都无准备，歹势哈。